大家好，今日由我哋帶大家探索下香港啦。我係 Samuel，我係 Haley，又係嚟到香港繼續坐下香港歷史悠久嘅天星小輪啦。我哋由尖沙咀坐天星小輪到中環，喺途中仲可以欣賞維港兩岸嘅景色。歷史悠久嘅仲有連接荷里活道同干諾道中嘅石板街。呢條街獲得古物古蹟辦事處列為一級歷史建築。街嘅兩邊有好多攤檔賣住一啲具有節日氣氛、本土文化嘅商品。呢度亦都係一個遊客打卡嘅熱門景點。喺荷里活道可以見到大館，大館嘅前身係香港警察總部同埋中區警署，而家就開放俾市民同埋遊客參觀。大館時不時都會舉辦一啲展覽活動，今次大館就用咗相片同埋藝術嘅形式去展示上個世紀監獄嘅情況。元創坊亦都係一個充滿住唔同藝術風味嘅地方。呢一座原本係已婚警察宿舍，現今已經變成咗混雜具有創意新式企業嘅集中地，例如香水、時裝等精品店，非常值得我哋遊走一下。叮叮車係香港嘅標誌，陪伴咗香港人足足一個世紀。去坐上電車，可以靜靜感受香港式嘅氣息。以上嘅景點見證香港逐步成為國際大都會，而舊日嘅回憶永遠存活喺呢一啲文物上。